为鼓励各地游客前来台南旅游观光，台南市政府自12月起到明年4月期间，规划出5大主题绿色游艇，邀请到吴凤、梦多、港仔 Andy 等多位旅游达人担任旅艇导游，带领参加民众加团游台南。那我每次来台南的时候，一直觉得一定会找到最好玩的方法，让我的孩子们开心快乐。那这一次呢，这么多的朋友里面，我是第一位，而且呢，下个星期我是说28号，我跟社长一起要拍一个影片 ，YouTube 影片，然后呢，我要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一定会有一个土耳其话的字幕，也会有英文的字幕，让海外的朋友们也了解一下我们台南有什么好玩的，而且这次的我们旅行的精神就是低碳旅游，对，低碳旅游，不仅有美食啊，美食不要吃的像我这么胖就好了哈。虽然我最近瘦了一点哈但是更有很多文化上的这个景点，还有生态上的景点。刚刚我们吴凤介绍的黑面琵鹭啦，还有这个水蛭，还有很多非常好的一些保育类的这个动物，大家可以看得到。所以说我觉得是规划出这几个路线，不管是喜欢看山的、喜欢看海的、喜欢看鸟的、喜欢吃美食的，通通都有适合你的游程。5大主题包含生态旅游、台南美食、古迹文化、完美景点等等，活动内容多元趣味，适合所有年龄层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每一个我们的主题它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所谓的绿色旅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我们希望就是说，透过这个绿色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搭着公车来旅游第一个，你也不用再去担心找路的问题；第二个，你也可以为我们的减碳这件事情来尽一份力活动另外一项大好康，就是只要凭着2021台南好康券，就当免费报名参加。不过5大主题9会提出，总共只有200个名额，观众朋友想要报名，卡手就要紧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